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今晡日嘅合适嘅时间咧，图大家是艺术欣赏吼。做乜讲到艺术吼？等下大家是啲咧吼。先讲一下吼，嘅大家图平常嘅生活地图，可能有当多嘅机会做得去欣赏舞蹈嘅表演啊，然后讲去看戏剧咁样嘅表演吼。所以咧，今晡日咧，你特别咧小嘅，可能有啲乡亲朋友已經看過咧，可能有啲嘅鄉親朋友係第一擺來接觸咁樣嘅舞蹈吼，所以家家先老先生分享出來吼，伊開始來分享嘅是係你舞蹈劇團嘅自信嘅欣賞哦吼，蔡必柱欣賞，歡迎欣賞。大家好，我是蔡必柱，我是五个舞蹈剧场的总排列，我自家本身咧嘛喊伫个跳舞吼，今日当番戏咧度咧客家节目咧介紹咱的舞團，好，大家好。非常分享你嘅欣賞吼，讀欣賞嘅講背嘅方式啊吼，然後錯到兩片吼，你幾隻嘅感受是係有舞蹈劇團嘅氣質到兩片吼，欣賞是咪背你感覺講好像很平靜吼，很有這個能量嘅感覺吼。不過而家上一開始鄉親朋友可能談些你都係講乜嘅吼，因為基本知道講你係乜嘅意思？用英講欣賞錯到兩日人朋嘅感覺係一種當要記得舞蹈劇團嘅氛圍又係感受呢。我想先請你嘅鄉親朋友先來看一段吼，舞蹈劇團帶來嘅。過去表演過嘅精彩片段，大家是啲咧吼，所以鄉親朋友吼，你哋一下吼，準備一下吼，深呼吸一下吼，讓彼此來看一段佢哋帶來嘅精彩片段。好鄉親朋友你下看到嘅是係2009年嘅時節舞蹈劇團嘅都推翻嘅一隻表演錯冇？好，這個兩隻舞馬係冠是係冠。老師，這個不容易耶！我想當到嘅鄉親朋友可能看到家下短1分鐘人嘅樣片，佢可能有啲因為知道哇，你係一種當了不起嘅藝術，可能也有啲因為嚇到哦。係啊，想講你係用應該一種嘅舞蹈嘅表演，對，欣賞咗你細細落去介紹一下嗎？好，你2009年嘅關吼，其實係藝術總監林麗珍老師哦，佢開始想到跳舞呢種事情哦，越來越簡單。不過舞者身體哦，臉是熱刺，熱刺應該肌肉線條是不是越來越柔，像個精緻的那種藝術品哦。所以到2年開始變得舞動作越來越簡單，它是夯到土地，是跟住個夯路哦。佢基隆人嘛吼，佢從細是這個長大。有一次看到老鷹哦，在個港口哦，
雕的鱼哦，以前都是很新鲜的，对不对？活的。我们一定要考在港口，全部是死鱼。所以我感触很深，讲，你看整个大地，整个都已经变了。所以连老鹰它要的食物，全部没以前的那种新鲜的。然后一开始就用观这个就是老鹰的眼睛来看这个地球，还是这种哦，整个大概。到那家地球已经毁得差不多，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寓言故事，讲关是讲一堆兄弟啊，冲死哈，去这个山里面哦，绕开竹林哦，发誓是讲，生死的时候要守护那条山河、河流、山川，所以我们得给它毁坏。可是因为人都有私欲啊、欲望、贪念，我们两个人的誓言破掉了。啊，该很纯净的白河哦，是从该神圣的白鸟了。整个就破灭了，整个誓言破灭，然后兄弟阋墙，所以大地山河变色，所以大家贵家观是在反省，就是我们人在反省这个大地，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整个观里面有很深情的那种双人舞，就是鹰的弟弟萨莫跟那个神鸟白鸟，刚才对他们相恋，对，他们两个人非常的美，对，那段非常的美，很深情的。到最后，白鸟是因为他也破了誓言，那原本是跟哥哥有一段就是婚礼，结果是弟弟抢去，所以最后变成白鸟必须被处决，所以那段是白鸟之死，那一段也非常凄美。对。我想吼，乡亲朋友可能谈理解彩信上讲到安样个一只故事，是不是？就讲该下看到该短短1分钟啷个片段，其实都经验。9年大家还系做在看到原班人马强荣界舞马为度经验界国家的戏剧院做在播所有界乡亲朋友才个看到，系讲乡亲朋友会启动讲，哇！你对安样界艺术性欣赏系提起来看到然后，系讲当后期当上的底是有机会做在查甫看到不过改下谈。彩信上用讲为启动讲安样界一种界舞蹈我们必须说一件事情，它其实佢唔系像讲你大家地道界，像你好普遍呢。因为一般你大家看到这种的舞蹈，老师你想想看，经过信上的解释，它其实是用一种这种很缓慢的这种身体的一种动作，动简单嘅一种嘅动作去表现一种嘅故事。你讲讲古的古讲古，讲这个故事呢，有每一个好像台家地的寓言故事每个它其实是反映我们人你活在这个地球里面，我们跟我们的生命跟这个生活也好，是息息相关，这样子紧紧接触。对，老师这个。很难理解，没有这么很简单所以其实你大家昨天讲真的也是看到，我想讲到安都谁到大家讲，其实也是看到无垢的精神，昨天讲，昨天所以其实无垢的精神，简单讲起来，老师你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好，其实无垢一本身两张词无垢可以说是来自我们中国很早。从唐朝传出来一个叫很纯净的白无垢那个丝帛，所以它白无垢就是非常纯净没有瑕疵的。那后来我们的团长陈念舟先生他成立了一个景观设计公司的时候，他就用了无垢。那是林丽珍老师后来想要把无垢的精神传递下去，所以他把林丽珍舞团就并入，也叫无垢舞蹈剧场。事实上那个精神就是没有瑕疵。所以我们在练舞的过程，其实老师给每动肉 Q 跳舞会跳到，真的没瑕疵跟动难了如果整个音乐有没有跳到该境界你就动安静，因为当音跳该基本功，基本功是从你蜡烛上，你该蜡烛点落去你心是会静下来，所以当音要走该静坐，静坐调整呼吸，让个自己的身体强下，老师。通便就冇讲去教人跳舞是老去给他跳舞，老师会让你纠正身体，你这个面对这个问题，你这个克服是，你一关一关去过，
所以无垢的晋升是讲吼，大家耐性吼，就是要很沉静下来，然后跟自己工作，你不是对别人跳舞。所以林老师成立这个剧场，它是让叫做仪式剧场。好，这个仪式是说我们对自己好像10年做一个大教，动因的填修，啊，个填修的。必备吼，因自家准备好，大家来帮忙，所以因的心会沉下来，所以是从个蜡烛吼，你心静下来，你走了点事情。所以你系一种非常高嘅境界吼，变性讲其实对是从该下彩信上来讲，安用改跳舞改准备吼，其实是先面对自己。对。好，我听老师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你必须先面对你自己，你先对你自己内心所有嘅东西，无垢嘛，佢係絕對誕生到簡單嘅這個境界。不過面對自己的意思是講，你自己的心中，你有乜嘅困難，你有乜嘅問題，你要去面對嘅東西，你先克服。對，你把你自己身體裡面所有的東西，你都克服了，你的困難都做得完成咧。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完完全的用你身體性體的這種表現去呈現出，老師你們應該講說那種舞蹈的能量那力量。對，老師是不是這樣？對，這已經是一種對我來說很禪的境界了，好欣賞。當英講，無過從在修行。其實真經講吼，從我轉來老師向我跳舞，我未有一段時間摸習慣哈，以前專門跳下現代芭蕾哈，全部蹦動詞啊跳啊轉啊，老師的東西全部夯魯，然後湊呢棒持該脊椎，然後呼吸，因為安靜的這樣子跟自己工作，其實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沉靜下來。老師沒有錯，對，可是這一段期間，我感覺或是你自己會撈自己溝通，因為你第一跳舞係會馬殺，係會你自己，你唔係會排殺，所以你的專注跟專心會影響到落來的觀眾，所以就是觀眾講你컨셉啊컨셉。對林老師來講，佢作品唔係來詮釋的，係呀心哦，就得停下來，透底咧觀眾時，我嘅心，然後你下部嘅心會練下，啊，嗰啲感動吼，我自家感動，我自家，你是會幫我感動，所以當到觀眾哦，走去唔走咧，佢話讓我白白啲嘅木珠哦，跟木珠見溜啊，佢唔知做啊點解叫，啊，其實講。動感下，你根本不然，你有舞者很辛苦哦，很專心地在跳哦，我感覺個專心，我還沒有嘛東西而出來，所以佢會天然地在動態地在搞出來哦，所以觀那張作品動很奇特，是很多男性的觀眾，佢會地在觀眾時哦，白白啲來木珠哦，啊，佢講出門來，佢是勁搞，老師。會不會因為他看到就是他自己也兄弟鬩牆，佢想到佢去幹老師拍誰，老師講我安寧靜啊，都該講笑。咁講我想吼，老師講嘅冇唔錯，所以吼，請鄉親朋友吼，你下吼，你咪強用聽年你個才信上吼，讓你個信吼先平定情下來，講個體個吼3年來談，你個信上嘅分享很好，都有意思嘅事情。